SVEA 嘅151系列由舊年全開始停產，呢盒原盒個價錢由1000蚊左右一盒不斷咁升值，到咗今年1月終於確定停產。1月嘅時候大概1800蚊一盒，升到依家差唔多2800蚊一盒，喺短短3個月之間升咗53%，而呢一年之間升咗一共165%。入邊嘅 SAR 噴火龍仲勁，1月份嘅時候大概係3600蚊，而家上到去7600蚊，3個月升咗差唔多109%。值得留意嘅係，原本喺 SVEA 入邊最貴嗰兩張卡係 Master Ball 嘅比卡超同埋耿鬼，並唔係呢一張 SAR 嘅噴火龍。喺1月嘅時候 Master Ball 嘅比卡超大概係5000蚊，而家係大約6800蚊，升幅約36%。而張耿鬼喺1月份嘅時候大概係6000蚊，而家係7500蚊，升咗約17%。呢兩張卡暫時個價錢都比 SAR 嘅噴火龍平，屬於大落後。比較同時期呢3個月之間，連張普通精靈球嘅比卡超都升咗1倍，咁所以預計 Master Ball 嘅比卡超同埋耿鬼好快會升翻，追翻落後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，希望大家可以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支持下小弟。下集再同大家分享更多 Pokemon 卡嘅資訊。